大家好，我係地產哥哥。新嚟嘅朋友記得訂閱、留言、俾 like， 支持一下頻道，等我可以每日為你送上最新最快嘅香港地產新聞。今日係2026年4月20日星期一。大家好，呢個週末樓市最大焦點絕對係赤柱灣 Stanley 呢個豪宅，內地家族一次過連掃多伙單位，總成交金額高達1.1億元。呢個消息一出，即刻全城討論，反映外來資金對維港景觀單位嘅需求。根據最新資料，One Stanley 位於赤柱，專供豪華洋房同海景單位，實用面積由800幾尺到超過3000尺，尺價3萬幾甚至4萬。呢個內地家族大手買入，估計鎖定咗幾伙3房或4房大單位，總值1.1億，係近期港島豪宅區最新嘅大額成交。One Stanley 唔止景觀一流，仲有私人花園同天台，適合大家庭、大家族。發展商建浩推盤策略精準，累計已售逾20億元。呢單交易更證明內地買家對香港優質資產信心爆棚，特別係維港景，永遠係最受歡迎。分析嚟講，呢類大手客入市唔單止推高區內尺價，仲帶動二手市場跟風。預計短期內類似豪宅成交會續創新高，投資者要留意啦。講開大手成交，啟德海灣系列週末2日沽出133伙，套現逾10億，呢個數字簡直勁到飛起。嘉華國際、會德豐地產同中國海外合作嘅啟德海灣第2期，週末合共133伙去貨，最高尺價逾2.4萬。3房同海景單位特別搶手，市場承接力強。截至目前，全系列已售937伙，套現破76億，穩坐啟德首位。呢個系列位於成豐道，交通方便，近維港，單位間隔靈活，由2房到4房都有，折實平均尺價2萬左右。最新成交如一 C 座27樓 C 室548尺，2房連儲物1330.5萬成交，尺價24,279元。海灣系列借住週末氣氛，沽貨速度比預期快，發展商推盤步伐積極。4月一手成交鐵定維持強勢，但二手或受分流影響，議價空間窄咗。租務市場方面，港島南岸第1期晉環海景4房單位，月租8.5萬元，尺租約70元，撩創屋苑新高。呢個位於黃竹坑站上蓋4房雙套全海景，望深水灣遊艇會，空間層次分明，極罕有放租盤，反映優質海景單位需求勁。特別係港島南岸系列，近期售價都衝上3萬幾蚊尺，租售回報穩定。呢個租金紀錄唔止刷新屋苑歷史，仲帶動區內租務交投。預計類似大宅月租會跟住水漲船高。二手市場唔輸蝕，沙田第1城2房逼近500萬易手，創近3年新高。32座中層 H 室，實用327尺，以495萬成交，尺價15137，原業主持貨12年，帳面蝕92萬，即23%，冇還價即成交，反映中價上車盤造價向好。本月第1城以60宗成交，平均尺價14484。10大屋苑週末重返雙位數成交，10宗按周升25%，康怡花園最旺佔3宗，顯示二手用家購買欲穩定。雖然新盤搶客，但係藍籌屋苑都仲有捧場客。中原城市領先指數 CCL 最新報153.67點，按周微跌0.01%，連升2週後高位整固，今年累升6.63%，仍處近2年半次高，仍有升勢。二手交投略緩，但係樓價未止步，商廈市場見底跡象。星展銀行增持中環中心核心商業物業，吸引力回穩。總結嚟講，香港地產一手板塊熾熱，啟德新盤大手套現同內地掃貨帶動氣氛，二手中價屋苑如第1城創新高，10大屋苑穩陣，租金亮眼 ，CCL 高位企穩，購買力釋放，優質資產需求支持，發展商推盤猛，4月一手強勢，二手議價劃窄，投資者密切監察啟德去貨、租金走勢同週末大手客。今日就講到呢度，未訂閱嘅朋友歡迎訂閱。